我跟你说哦。等一下啦，亮亮，我正在写作业。亮亮，你跟别人说话之前，要先看看对方是不是有空啊。你也可以问他说莫喊马给，你在忙什么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会注意的啦。既然点点在忙，那彤彤姐姐，我跟你说哦。亮亮，刚刚才讲过，你忘记了吗？你可以问问别人莫喊马给。哦，对哦，彤彤姐姐，莫喊马给。我在看书啊，呛等一下。哦，我说呛等一下，请等一下，有什么事情要说的，等我把书看完再说吧。那点点，你还在忙吗？是呀，这么久了，还在忙哦。那彤彤姐姐，你还在忙吗？呛等一下。那点点，我很忙哦。哦，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空嘛？等我们都忙完的时候啊。莫喊马给，你在忙什么？莫喊马给，你在忙什么？亮亮，莫喊马给。我很忙哎，我在吃点心啊。吃点心也算忙啊？一起吃吧。谢谢。呛等一下，请等一下。呛等一下，请等一下。彤彤姐姐，可以请你帮我把杯子拿过来一下吗？呛等一下，等我把书看完好不好？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。彤彤姐姐，可以请你帮我把杯子拿过来一下吗？呛等一下，等我把书看完嘛。怎么那么久了？莫喊马给，呛等一下，要记得当个有礼貌的小朋友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老爷。